意大利进口原装，甲你保证，十支洗啦，今年啦，赶紧来啊！来，正港法国进口的迄2轮洗、4轮拍、4轮拍加一条，正港法国进口的。小姐，捌货人才行为这站来，这绝对意大利进口了，这款花草咱台湾绝对无可能有的。亲爱的小姐辛苦了哦！加水食者气质极贵啊，拢压起来。意大利正原装，一领互你，我甲你讲，这款的意大利绝对互你买袂着的价钱，500块呢。500。来，正港法国进口的嘿，正港水油冻一领400。来，小姐。法国进口的。法国的哦。大汉人才买得着。400块呢。爱哦。是。来，小姐啦，要拼，大家来拼啦！我甲你讲，这款的物件吼，绝对意大利进口了，专米来300块多，300块。这一领300。300呢？俗啊！这款的热天时啊穿起来，互你安尼凉。来。
讲寒天穿会烧，热天穿会敢若咧吹电风咧。头拄啊维持400块原价，即个卖你200就好。哈？200块，200块，200块。来，赶紧吼！哎，这顶裙倒啊，这顶裙100块，100块，搁加2包槟榔啦。哈，100有食槟榔啊无？我无食槟榔啦。买去2粒卤蛋啦。来，这两个。你即摆钱啦，要甲我表对。哎，表大诶，我还是代入讲你是我的表大。我还阁讲有100块，互你留一个退路呢，也若无免费转送的啦。哎，我是代念讲恁老母是阮阿姑呢，我是早来拜的咧，尾啊我才让你来拜，你知唔知？无这地头我你知唔知？表大诶，咱就尽量讲咧。你是我阿舅的囝咧。对啊。若无我吼，今仔日绝对拢拼熟话，绝对拢无意愿的。安怎？拢无要紧，你看啥？你即摆甲我动，甲你动。甲我动，我就甲你。表大你安尼就无意思哦，一摆扯遐大力，无你先怎你？你甲我卡到外退2步，你这行业个你啊，你真正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若是我伊个。大声声啊！这干什么人诶？这个。你诶，你知这个公园是我的地头，我管区的咧。你来这做生意，也无经过我的同意，爱交保护费，你唔捌还？有快无？哇好啊，富死的啦！富死。有探听无？探听啦。这边伫公园，才伫咧行大外好，做唔惊死。你富死我唔惊死是差偌济啊？我要摕啥？保护费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算？你老死啊你啊哈！富死，我跟你讲哦，若要来第4遍就赶紧走。我这专门伫副台哦。你副台啊？你若唔走哦，敢要摕保护费，念头运回付出。来啦，是嘞，来啦，我来去啦。在哪里？安怎啦？快走啦！王姐，哎呀！青阳姐，你看这个真趣味哦！拄则讲咧做生意，为着有人客我安尼，有甲安尼冤家啦。是啊，当着丢面久，我哪会相听哦？恁两个做人也是做囡仔，我唔知。这有一句俗语下阮两个开口。安怎讲啊？叫做若有利的时，小济术。对，若有困难的时阵，手骨就屈入无屈出。